他们被称退休，却在创造价值。65岁教授带团队公关，月入3万；60岁工程师被返聘，年薪100万，但一场车祸后，保险公司冷笑，退休了，误工费不存在。2026年6月30日施行的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解释2》中，打破这一偏见。劳动价值与年龄无关，核心在于，无论60岁、70岁，只要有实际收入证明，误工1天赔偿1天。交通事故中，受害人的误工费赔偿不再受退休年龄限制，只要能够证明存在实际劳动收入，如返聘合同、劳务协议、工资流水等，因事故导致的误工损失，依法必须予以赔偿。劳动价值无关年龄，权益保障不容忽视，每一位辛勤的工作者都值得公平对待。我是黄律师，更多问题欢迎咨询。点赞关注哦。